傳道書第7章，名譽強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。往遭喪的家去，強如往宴樂的家去，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。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。憂愁強如喜笑，因為面帶愁容中必使心喜樂。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。聽智慧人的責備，強如聽愚昧人的歌唱。愚昧人的笑聲，好像窩下燒荊棘的爆聲，這也是虛空。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，賄賂能敗壞人的遺心。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，全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。你不要心裏急躁惱怒，因為惱怒存在愚昧人的懷中。不要說先前的日子強過如今的日子，是什麼緣故呢？你這樣問，不是出於智慧。智慧和產業並好，而且見天日的人得智慧更為有益，因為智慧護庇人，好像銀錢護庇人一樣。唯獨智慧能保存智慧人的生命，這就是知識的益處。你要察看神的作為，因神使為曲的，誰能變為直呢？遇亨通的日子，你當喜樂；遭患難的日子，你當思想。因為神使這兩樣並列，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。有義人行義，反致滅亡；有惡人行惡，倒享長壽。這都是我在虛度之日中所見過的。不要行義過分，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。何必自取敗亡呢？不要行惡過分，也不要為人愚昧。何必不到期而死呢？你持守這個為美，那個也不要鬆手，因為敬畏神的人必從這兩樣出來。智慧使有智慧的人，比城中10個官長更有能力。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，世上實在沒有。人所說的一切話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恐怕聽見你的僕人咒詛你。因為你心裏知道，自己也曾屢次咒詛別人。我曾用智慧試驗這一切事。我說，要得智慧，智慧卻離我遠。萬事之理離我甚遠，而且最深，誰能測透呢？我轉念，一心要知道，要考察，要尋求智慧和萬事的理由，又要知道邪惡為愚昧，愚昧為狂妄。我得知有等婦人比死還苦，他的心是網羅，手是鎖鏈。凡蒙神喜悅的人，必能躲避他；有罪的人卻被他纏住了。傳道者說：看哪，1000男子中，我找到一個正直人，但眾女子中沒有找到一個。我將這事一一比較，要尋求其理，我心仍要尋找，卻未曾找到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，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但他們尋出許多巧計。